大家好，我係 Rose，今日分享咩主題呢？講就係最近我發現呢，真係台灣讀書呢，翻嚟都冇幾耐咋，新聞就發現呢，好似台灣依家佢個社會呢，感覺係越嚟越撕裂，我覺得有啲可惜啊！真係喺台灣生活咗10年，讀書咗10年嘅人，感覺依家對台灣有啲唏噓。一嚟啦，近排就係睇唔少新聞啦，就係話阿鐘明軒依個網紅呢。就係講話去完個中國旅行之後呢，跟住覺得中國好美好，跟住咁樣分享下心得啦，就俾嗰啲人係咁猛咁針對，跟住同埋社會上嗰啲媒體個個都係插佢嘅，攻擊佢嘅，又或者呢，就算唔係鐘明軒，係有另外啲網紅呢，去過中國旅行，又話中國嘅好啦，跟住呢就會呢又插爆嗰個網紅喎，又喺度話人哋咪收咗錢就講好説話，以前又話有民主，又話有言論自由，又話自己呢係可以容納到不同的聲音，但係依家感覺呢，好似如果我只要一講中國好，話人哋台灣呢邂逅，就會俾綠黨批判，就會話呢你係咪收中國錢？你台灣初初唔係好自由嘅兩種聲音啊，跟住又話自己有人民生活好啊！哇！到依家咧，佢嗰啲真正嗰啲台灣人民咧，完全咧就唔敢再出聲講話中國嘅好，即係就算係講真話講實事，佢見到嘅所有事實都會俾人哋批判，都會俾人哋插爆。係跟住我之前咧嗰個新聞見到啊，台北市長柯文哲竟然俾人哋拉咗入去，真係有點嚇到嚇！佢一直以嚟唔係真係公正廉私、一心一意啊！跟住雖然佢做嗰啲市長，但係感覺佢算中立㗎喎。以前咧有去過聽講座，跟住遇到呢個柯文哲呢個人，我覺得佢一心一意就係講緊佢台北咧道路咧，話佢處理最落，一心一意諗公事，為台灣、為台北人謀福祉喎。坐咗監我都有點嚇親，因為果然政治就係黑暗喎。同埋咧，即係就算我喺台灣讀書，我都覺得佢呢個地方咧從小教育就唔同啊。佢基本上咧真係人好多地道嘅台灣人咧，同埋地道嘅媒體咧，多數都係唔偏綠都少綠嘅。最近仲睇埋個新聞，即係大陸人同咗個台灣人，佢哋有姻緣結婚，跟住陸配如果喺台灣度生活咧，取消戶籍啊！我而家覺得台灣就係另一種嘅，即係政黨模式，只有你講沒有人講，所以話世界真係其實基本上都一樣，就係咁。好，分享咁多，baby。